我们的台东之旅相当充实，不止走爽的宽景也体验当小小农夫。只是最后一天的行程不能错过的，还有国际知名的热气球嘉年华。看看田荡满满的捏 HQ， 这可是吸引了许多观光客前来朝圣。妈咪，田荡有好多热气球哦。对，而且最棒的是啊，我们明天呢还要走捏 HQ 多田荡哦，有没有很兴奋？待会还有很漂亮的光雕哦。从白天到黑夜，捏 HQ 的活动热闹展开。夜晚五光十色的雷射光雕搭配捏 HQ， 更是令游客惊艳。呱呱看着田荡的捏 HQ 也许了愿，他希望从捏 HQ 都田荡，这难得的体验我们真的实现了。起个大早，天还没亮就出门，还好天公作美，让我们可以飞向晴天。妈咪，我们飞到田荡了。对呀，看那个热气球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走捏 HQ 都田荡哎，超兴奋的。待会你还要抓叶子哎，我们飞好高哦。自由翱翔，居高临下，这样的美景真的让我跟呱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捏 HQ 喷火加漆的声响相当震撼，也让我们惊叹声连连。好，准备喽 ！Ready， 来喽！捏 HQ 因为风势要不停地调节高度，低的时候甚至还能触摸到树叶。这一趟热气球之旅，处处都有惊喜。而我们顺着风向移动，看了果树，欣赏茶园，还有山川之美，微风徐徐，真的是很难得的飞行经验。因为真的很少有人有机会可以走捏 HQ 都田荡。拜拜，拜拜，祝你们飞到田荡顺利哦！拜拜。妈咪，田荡好漂亮哦。对呀，而且呢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走捏 HQ 都田荡。